Hello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雪季之後如何清洗我哋嘅 snowboard boot。首先，如果係我哋雪 boot 外殼污糟嘅話，我哋可以先用一個軟刷擦走我哋外殼上面嘅一啲沙塵，甚至乎如果你雪 boot 上面有一啲頑固嘅污漬，我哋都可以嘗試揾消毒濕紙巾，用打圈嘅方式抹乾淨佢。另外最重要嘅就係如何消毒及清潔我哋雪 boot 裡面嘅內膽。有好多新滑雪嘅朋友仔可能都未必知道，原來我哋雪 boot 裡面嘅內膽係可以擦出嚟嘅，因為當我哋着咗一季之後，內膽唔多唔少都會吸收咗我哋嘅腳汗。另外裡面嘅鞋墊我都會一次過擦埋出嚟，做一個清潔同埋消毒。而最簡單快捷嘅方法，我會用消毒酒精同埋爽健嘅除鞋臭噴霧，因為你只係需要簡單噴喺鞋籠裡面，就已經可以做到殺菌同埋辟臭嘅效果。記住最重要嘅，一定要消毒你嘅內膽。另外，如果有潔癖嘅朋友仔，你不妨都可以開一盆40度左右嘅溫水，再加入一啲洗衣液或者消毒藥水，將你嘅內膽同埋鞋墊浸大約半個鐘頭左右。因為溫水加消毒藥水可以幫助你去除內膽裡面嘅油脂，同埋有消毒殺菌嘅功效。最後當然要沖洗乾淨，將所有鹼液同埋消毒藥水盡量揾清水過清，跟住你只需要揾一個乾爽通風嘅地方晾翻乾去。3至5日之後，你就可以將你嘅內膽套翻入外殼裡面㗎啦。另外記住一定要將所有鞋帶綁緊，主要嘅目的就係想盡量保持翻你嘅 snowboard boot 喺原本嘅塑形範圍之內，就可以延長你雪鞋嘅支撐性。